接下来大家看到第4名来自林俊杰的《黑夜问白天》，得到的票数是478票。马上欢迎黄文兴演唱《黑夜问白天》。半天上的秃鹰那张脸，半生中的记忆在盘旋。第53天后的日月线，皮肤之下的雨浸沾着血。是报纸中的绝望在攀援，被53天的孤单终于变。等黑夜换白天，冷漠的赦免，灰色的人间，别张望把日夜，冰封的眼泪依旧很咸。来自目光的明信片，它无声无色无言，翻过山巅跟我扮对脸。黑夜换白天，谢谢了时间，浓红的双眼，往事的过去，那一瞬间都很绝。哪怕过去的昼夜是孤独的狩猎，说再见不如忘了能再见。在半空中挣扎，不回家，人笑，却看得那些写进在天边的风暴。黑夜问白天，谢谢的时间，浓红的双眼。往事的过去，每一瞬间都很绝。哪怕过去的昼夜是孤独的狩猎，说再见不如忘了能再见。3位帅哥好，这是我的今年的最新专辑《爱洛士》。大家如果不讲的爱洛士，如果大家不讲的话，不知道这是台语专辑。我以为是哪个韩星的专辑，你知道吗？谢谢，真的没有，这是纯台语专辑。是，那为什么会做这个包装？因为希望用一个比较糖衣包覆着爱情的感觉做一个设计。还有我们这次专辑的主轴呢，就是用比较华语流行音乐的做法，所有的编曲。就是用国语流行音乐来做，现在很流行这种。对对对，而且唱法也是用华语流行音乐的唱法来诠释台语，让时下的年轻人也可以知道，原来台语不是像以往刻板的那么印象那么刻板，然后是比较也可以保留传统的美，也可以是流行音乐。很多新台语都是非常棒，是。谢谢黄文兴，谢谢。那休息一下，好多观众朋友来到。